市府配合中央促进民间参与政策推动，确定淡市运动艺文休闲园区将伫东区南台南辅导新建设，10月31号已经正式公告招商，成为全国第一个用 BOT 的公共建设案。议员陈培雅面对园区当中的小巨蛋，阁有希望。伫总咨询要求市府一定要以其他县市的错误经验为借鉴，积极推动。对此，市长表示，不管是小巨蛋招商、演艺厅，还是休闲娱乐中心，甚至是纳入全民运动馆等等方案，伊答应伫南台南辅导新一定会有建设，而且任期内一定要启动。提出到现在，我希望它有一个成蛋成型呐。你是市长您任内里面呢，而且它一定要合规了。如果它盖一个小巨蛋，不管它是 BOT 或是我们中央地方盖，我希望它它的合规按图施工。就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是开始成功一定要有我。你一直拍官司啦，好，人台中嘛已经在起啊啦。不能够，也不能像其他的县市一样，盖一个巨蛋盖了10几20年。没错。我要从掉那个，我就是要讲的，就是讲，不要像一个把管前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了。所以我在这里再跟市长，无论安那3档的任期内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规划，一定要肯定讲，而且要做啥，一定要启动。中央如果没有给我们小巨蛋的话，我们自己来招商。那如果招商不成功的话，我们那个科学未来教育馆还是要落实，因为这是中央给我们的承诺。是中央为了确保那个地方，是先规划安尼尔。对，因为让来BOT 嘛，来提案嘛，提案我们依照法规、依照法律来讲，我们要公告90天，那看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提案。90天过后就决定他的生命。不是，如果有人提案，90天内有人提案，我们就针对 A 案、B 案来比较谁比较好。那如果没有人提案，我们就审这个原来的案子，看要不要让他过。如果他的提案不够好的话，我们不让他过，我们就要做我们原来的。要做我们原来的，还是模棱两可的。所以就保证一定要有那个地方一定要有建设就对了。运动艺文休闲园区的招商案成为东区议员关心的焦点，因为等于是地方争取多年的小巨蛋，阁有希望啊。市长强调，不管是原本国家规划科学教育未来馆，或者是展演的空间，各种的可能性拢无放弃。而且目前某企业表达高度意愿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林根采访报道。